同大家嚟到大圍嘅 Uni Residence 去睇現樓，咁發展商呢就開咗成個29樓去做示範單位，咁我哋逐間去睇一睇啦。每一層都會有9個單位，我哋由 A 室開始。A 室係一個一房單位，實用面積為291尺。玄關嘅左手邊呢就係浴室，浴室創咗企缸設計。咁浴室對住嗰埲牆呢，左手邊會有啲蒸焗爐啊、雪櫃，而右手面即係大門嘅後面呢，會有啲儲物空間。之後我哋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客飯廳空間正正方方，景觀望返名城嘅方向。然後我哋入返去室內，咁開放式廚房嘅間隔呢都非常常見，係細細地打橫嘅擺法。然後嚟到睡房。睡房嘅空間正正方方，景觀方面呢都係望返名城嘅方向。接落嚟我哋去隔離嘅 B 室，係一個2房間隔，實用面積為394尺。一打開大門就會直望浴室，浴室都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而兩邊都做咗鏡櫃，增加儲物空間同空間感。玄關嗰邊嘅走廊位呢，都做咗啲儲物空間。之後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單位望返大圍站柏傲莊嘅方向，而露台係一個梯形嘅設計。然後我哋入返去室內望一望開放式廚房。開放式廚房係一個橫條形嘅設計，電器等等呢都集中喺同一個空間。然後我哋嚟到主人房，主人房有一個轉角窗，可以望到名城嘅方向。另外仲會望到其他屋苑嘅泳池，而右手邊呢就係大圍站啦。咁遠處呢都會望到少少城門河嘅河景。接落嚟隔離嘅細房都係正正方方嘅間隔。然後景觀方面呢，望返名城方向。接落嚟嘅 C 室係1房間隔，實用面積為297尺。玄關嘅右手邊有一組入牆櫃，然後旁邊呢就係開放式廚房。咁今次呢一個開放式廚房呢，就係一個 L 型嘅佈局。景觀方面呢，就同啱啱 B 室一樣，望返大圍站嘅方向，而露台都係梯形嘅設計。接落嚟到睡房，睡房有一個曲斜形嘅窗。景觀方面就主要望返獅子山嗰邊啦。而今次浴室嘅擺位呢，就放咗喺睡房裏面，所以如果瞓下覺想去廁所嘅話呢，喺房裏面解決就 OK 啦。然後都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。接落嚟嘅 D 室都係1房設計，實用面積293尺。一打開門會有個小玄關，左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。開放式廚房呢係一個 L 字形嘅設計，然後右手邊就係浴室，浴室都係做咗好多鏡櫃。浴室放咗喺客飯廳嘅旁邊，如果有朋友上單位嘅話呢，就唔需要經過睡房啦。單位景觀方面會望返獅子山方向，而呢一個露台呢係正正方方嘅。接落嚟到睡房，睡房嘅空間都係正正方方，然後景觀都係同啱啱露台一樣，望返獅子山嘅方向，仲有個轉角窗可以望到大圍站添。接落嚟嘅 E 室都係1房設計，實用面積為292尺。一入到去都有個小玄關，然後右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。而今次開放式廚房就係一個橫條形設計，景觀望返獅子山方向，露台都係正正方方。而呢個單位嘅浴室呢，都係放咗喺客飯廳旁邊。呢度最特別呢，就有窗嘅。然後嚟到睡房，睡房嘅空間正正方方。景觀方面呢，都係同露台一樣，望返獅子山。接落嚟我哋睇返個大啲嘅單位 F 室係一個2房設計，實用面積370尺。玄關嘅右手邊係一組入牆櫃，然後左手邊就係開放式廚房。
發展商喺開放式廚房呢度加多咗一個台面，增加返備餐空間。而台仔嗰邊呢，就會有一個微波焗爐喺度。呢一個備餐空間亦都可以用作飯台。咁空間運用方面呢，發展商就幫你諗咗啦。然後露台都係正正方方，望返獅子山嘅方向。然後旁邊呢，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嘅空間正正方方，景觀都係同露台一樣，望返獅子山。然後對面房呢，就係細房，不過我覺得空間上差不多，而比例上呢，佢係長身少少。景觀方面都係一樣，望返獅子山。接落嚟嘅 G 室呢，我覺得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一房設計，實用面積為347尺，玄關位係一個 L 字形，咁角落頭嘅位置呢，就係浴室，浴室有窗係一個名廁。然後行入少少就會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而呢個單位嘅景觀呢，都係望返獅子山嘅方向，景觀嚟講都算開揚。而廚房呢，就係細細地打橫嘅擺法，然後就到我覺得幾有趣嘅部分啦，就係睡房呢一度，因為呢間睡房呢，同啱啱其他單位比呢，係大好多嘅。自己覺得細窗嗰邊呢，可以做返個工作空間，而大窗呢邊呢，就放返床。接落嚟嘅 H 室係一個發展商裝修嘅開放式單位，實用面積為286尺。玄關嘅右手邊係一組入牆櫃，然後直望就係開放式廚房啦。啱啱都有提過呢個係裝修示範單位，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下擺位。發展商喺度做咗高架床嘅設計，下面呢一度呢就係客廳，然後上面呢會有個休閒空間啦，同埋睡房。我哋上去望一望，我覺得如果按照呢個設計嘅話呢，多人住其實兩邊都可以做床嘅，或者你唔想用一個高架床嘅設計，其實間返做一房都 OK。而露台望出去就會望返名城嘅方向，而浴室直望呢就會望到一個窗，係一個名廁。最後我哋望埋 J 室，係一個一房間隔，實用面積為299尺。一打開大門就會嚟到玄關位，右手邊就係浴室，而浴室嘅對面呢，有雪櫃啊，同埋微波焗爐等等，同埋啲儲物空間。然後見到開放式廚房呢係凹咗入去嘅，而露台景觀呢望出去會望返名城方向。開放式廚房嘅旁邊就係睡房，睡房嘅空間都係同啱啱其他單位一樣，都係正正方方。然後呢度有個 L 字形嘅曲程窗，望返名城嘅方向。唔知大家對於大圍嘅 Uni Residence 有咩諗法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收睇。